經書講釋迦啲係簽人書13第13節咁樣講到，係啥看強一上帝嘅話語，係啥看強看唔起上帝嘅命令，佢擔家嘅後果。但係咪人順服佢嘅命令，得到上帝嘅福氣？嗱，所以兄弟姊妹們，釋迦唔好看強上帝嘅話語，就係傳出。本攏從兄弟姊妹聽嘅話，佢出係從上帝嘅話語裏出，堅決地講出嘅。兄弟姊妹唔相信，唔好看強，唔好嫌棄，因為會擔家嘅後果。嗱，係咪人順服得到上帝嘅福氣？嗱，係講呢個順服嘅命令，就嘅命令嚟行，嘅詩篇16、11節樣講自家啲，上帝指出本自家生嘅路。意思佢帶自家去生嘅路，得福嘅路，得勝嘅路，因為到佢祝福自家要歡喜快樂，判人出源源人人嗱，所以自家要謙卑，自家就上帝嘅命令嚟行，就佢嘅話語嚟行，自家使乎你喺度，自家得到嘅平安喜樂快樂到源人。人人嗱，兄弟姐妹們，希望自家嚟接一上帝嘅話語，接一嘅命令，就一嘅命令嚟行，就一嘅話語嚟行，自家撒回呢啲得到嘅平安快樂，充滿到自家心中度，行呢嘅生活，要平安要快樂，行呢嘅生活，自家做條路做工都順順利利，家庭也順順利利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